请咱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4章1节到5节。标字的圣经伫旧约第64页，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银幕。出埃及记第4章1到5节。摩西应讲：看，因要毋信我，也毋听我的话，因为因要讲耶和华袂捌对你出现。耶和华对伊讲：对你手里是甚物？伊讲是竿仔。讲迄伫地人，伊一个迄伫地人就变做蛇。摩西就照相伊。耶和华对摩西讲：伸你的手抓伊的尾，就伸手抓伊，伫手中悠然变做竿仔。安尼，通互因信耶和华，因的祖公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有对你出现。以上，这时咱要请启诺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诚侪上帝手中的管，诚侪上帝手中的管。上帝所听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知影咱伫遮用通过上帝话三面例，检查咱看到我的名，到底这个人是对倒位来吼？我常常若去病院，护士拢会足惊问我的名，伊就是我是对伊人遐来安尼吼。其实我住伫台东。细汉的时，跋煞去家人，所以对细汉伫别的教会大汉，到伫读成伊做牧师，我伫牧会中间用阿美族的话，久久无用台语来讲道，问若是无清楚，还是讲了无好，问伫祈祷中帮助牧师，通过上帝话三个来勉励，咱来勉励受上帝话，真正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圣神，愿你来踮伫阮的中间，搭手伫阮逐人的头壳顶，规身躯，检查阮一礼拜过中间，阮身躯软弱亚身，阮的家庭、阮的工作，检查有困难，恳求圣神踮伫阮的中间，帮助阮，扶起阮的软弱，求你即时对你的萝卜讲话，互讲的甲听的。平平拢得到主你的造就甲帮助，但我们领受你的话，恳求上帝恩赐，对头甲尾，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诚侪上帝手中的管，即则的经节咱非常会识，那是对教会。成长的人拢真熟悉。摩西一生中间，伊的一生甲伊的经历。不过今仔日咱看见上帝对摩西呼召伊，问伊转到伫埃及的所在来引带伊这个百姓犹太人离开埃及，到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不过，咱看见即个上间中间看见摩西伊有丢毒，伊无信心，伊伫遐来拒绝上帝的呼召。咱对圣经中咱看见摩西已经80岁，伊知影伊是一个无路用的人，对家己嘛是无，已经失去迄个信心，所以无法度来答应上帝对伊的呼召。咱若知影摩西的人生，伊是伫王宫，伫迄个埃及的王的厝底成长、受教育，因为伊拍死一个埃及人，逃走到伫旷野的所在。这些摩西的人生有一个真大的改变。今仔日上帝搁一摆来呼召摩西，毋望伊去
成就上帝要应允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款的要求甲祈祷。咱看见摩西，伊伫遐真骄傲，伊伫遐真软弱，伊伫遐拒绝上帝对伊的呼召。咱看见，那亲像咱种稻的人，咱看迄个稻啊，拄孵出来了，直直，敢若袂歹看。毋过伊熟的时，伊就弯落去，表示讲已经熟啊，有法度来伫遐割稻啊，会来收割。摩西的性命哪亲像即个稻啊共款？伊少年的时，伊年轻的时，真正勇壮，真有勇气，真有志气。毋过到伊年老的时，感觉讲伊敢若对家己无啥物款的把握。性命哪亲像一个野动的比赛？迄个野动的比赛，人若无屈落去，伊无法度去野动的物件。表示讲，即个人，即个谦卑伫上帝面前，伊必须要伫遐谦卑，才有可能搁一摆去领受上帝济济的恩典。无论是稻啊，还是遮野动的比赛，同一款。当上帝来呼召摩西讲爱去埃及的所在，带以色列百姓离开迄个所在时，伊拄着三项真要紧，伊感觉伊无法度去担当的三项事。头一项就是讲，伊要对付一个埃及的王法老，伫迄个世代、迄个世界真强，管理国家真有天数，而且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上帝讲，你去面对埃及王，就是法老，带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到伫我所陪伴祝福因的所在。确实，伊要带这个百姓离开埃及，一个真无简单、真困难的代志。伊心中伫遐踌躇，毋知要安怎去应答、去处理这项事。第二项就是讲，伊要对付以色列百姓，就像咱拄仔所读的第一节讲，你看，因会毋相信我，袂听我的话，因为因会讲上主袂捌对你出现。伊感觉讲，我若讲出来，这百姓敢会相信？伊毋相信讲我对我讲话这个上帝，伊无法度来对这百姓引带因离开埃及，来到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第三项的困难，伊要对付伊家己，伊认为伊家己无气力、无声望、无口才、无权势。无亲像伊早时伫埃及的王宫中间，真侪个王子，伊有实权，伊有军兵，伊有气力。今仔日上帝讲你去，伊感觉讲伊袂堪的，伊无法度，伊无迄款的能力，无迄款的口才。哪亲像咱当上帝来呼召咱去做一项事工，也是讲要切约、要做一项代志的时，检测咱的心中有侪的踌躇，检测对咱家己本身失去信心。摩西嘛同款，当上帝呼召伊的时，伊感觉伊无法度去领受上帝对的呼召，去完成这项事。上帝对着火的刺皮中间对摩西讲，命令伊当时权势上大的埃及的王来挑战伊。咱检测伫遮咧思考讲，是安怎上帝要差遣摩西要行这项事？咱看见伫圣经的中间，以色列百姓本来因伫埃及的所在生活好好，因一代过一代，因感觉啉食真顺遂，真侪代志真好。毋知影讲后来这法老对因，因为因熬做工，人咧拖埃及的人会惊，煞用真强力的手段来压迫因，真做因的奴隶，逼因做工。
因一代过一代伫遐来上帝来嗷叫啊！上帝啊，阮的上帝，你敢有伫咧？阮的祖先的上帝啊，阮伫遮受做奴隶、做苦工，你敢无听见吗？上帝毋是毋听，上帝在等待一个领袖，受伊差遣到伫埃及的所在来引出因离开埃及做奴隶的所在。一等就等80冬。上帝要训练一个，在这个时代要成做伊的工人。上帝用时间来训练、帮助，互伊去经历，互伊生命得到成熟，一直到上帝所安排的日子，差遣伊去完成上帝爱伊去做的代志。所以对大火的刺皮中间，上帝对摩西来讲话，表示讲日子已经到。上帝感觉讲摩西伊的生命有法度成做一个领袖来引带伊的百姓离开埃及，到伫迦南的所在。上帝有这款很真清楚对摩西的眷顾、甲引带、甲训练。不过摩西会反应讲：我是甚物人？通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引出来。对这个第3章第11节中间看起，伊真正真惊吓。伊的经验是伫这个旷野所在，伫遐饲羊啊，饲羊甲饲人无共款啊。一个人一个羊，100人100个羊，无共款。羊啊是听这无有正的话，所以感觉伊无法度，伊甲上帝讲。我是甚物款的人？我知影我是甚物款的人？我无法度，我的气力，我无法度去成就、去完成上帝你的呼召。所以对这个中间，咱看见上帝将摩西对看家己看无的情景中间引出伊，互伊去看一项事。伊的注意力对伊家己转到伫伊手中的这个拐啊，伊手中这个木油的拐。一支真平凡，无甚物款特别的一个插头。上帝命令讲，将这个拐放伫土骹，放落去了后，成做一个蛇。摩西行一条，上帝讲：你对伊的蛇尾尾了，摕起来，佮变做一个拐。对这个中间。看见，互上帝、互摩西讲，毋是你啦，那毋是我的气力伫你的成就，你无法度去成就上帝爱你行的事。互伊去看见，互伊去思考，迄个无共款。人拢常常去看到家己，看到迄个环境，那亲像耶稣的学生彼得，伫船顶，哇，海涌哪会哪大，行一条。要死啊！叫耶稣起来，伊毋知影讲耶稣伫咧船顶中间有法度去平静这个海甲涌。同款，摩西看到伊家己的软弱，伊无法度用喙去讲，伊无法度去面对迄个环境的中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去完成上帝对伊的呼召。毋过上帝将伊的目睭刷到伊的手头，伊日常伫遐。牧养这个怪，上帝来显示伊的权柄、权能了后，吩咐摩西抓这个怪去见法老。我相信上帝安尼讲，咱心内安尼惊，毋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伊知影这个国家真大，法老的权柄真大，伊无法度去面对。上帝讲你去面对法老。甲我所讲的话，甲伊讲。对早时甲现今，咱真侪国家，这个怪，通表达讲是一种的身份，一种的能力，一种的权柄的象征。一个真平凡，一个牧羊人的怪，
交伫上帝手中，真做一个加新约，去完成上帝伫迄个时代所要完成的一项事。所以出埃及记第4章20节记载讲，这个拐的秘密，就是讲摩西手头的这个木油的拐，变成做上帝溃力权能显示的所在。意思是讲，当人愿意顺服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用的时，看起来是普通的人、普通的文士、普通的才能。不过，若是交伫上帝手中，迄个才能、迄个文士，要成做上帝行神力、行奇异的事的一项管道。通过这项事，咱看见上帝伫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项事中间，咱看见通过耶罗波、摩西的经验，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意思是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上帝予人的才能甲恩赐，咱是毋是有愿意将这个恩赐才能交上帝？原地人看是普通的，不过咱若是交伫上帝手中，伊真做一个无共款，会通过咱来行上帝奇妙的事。上帝坚持伊的呼召，手术摩西一一应允。咱若对圣经中咱看见讲，伊的保证会甲摩西伫底。上帝要行一切的奇妙的事，伫一切人眼中，摩西行神业的溃力，甚至伊派伊的哥哥阿伦做伊的同伴，做伊的嘴，帮助伊。所以，当摩西用这个借口来告上帝讲，我无法度，我无溃力的时，上帝运用伊四周围所有的环境来帮助伊去完成上帝迄个时代所要做的事。今仔日嘛同款，伫咱的教会也是讲，伫咱的工作，伫咱的公司也是讲，伫咱的家庭的中间，上帝应允甲咱伫地到这个世界结束。耶稣也讲，我已经赢过这个世界。意思是甚么？意思讲，若照一些人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互黑暗所掌权的这个世界。耶稣已经赢过，耶稣已经赢过死亡，赢过撒旦一切作为。若是咱的性命伫上帝手中，咱若摆列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使用，上帝开力，上帝能力要显示伫咱的性命、伫咱的服侍、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的中间。落尾摩西，伊屈服、顺服伫上帝面前来，知影家己无法度，伊知影讲上帝呼召伊，伊要甲伊伫地帮助伊，伊完成上帝爱伊伫迄个时代所要做的代志。彼得前书4章10节安尼讲，逐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好关系。意思是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人拢有得到上帝特别的恩赐。那每一个基督徒心来相信，嘴来显明你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迄时，上帝予你一个真特别、真特殊的恩赐，要赏赐予你。在这个时代，要成做上帝手头的拐，要在这个时代。要显示上帝的权能、能力，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每一个上帝所呼召的人，拢真要紧，无一个无要紧。要紧是讲，当咱将咱的生命交伫上帝手头的时，伊就有法度行这个事。那亲像摩西，伊将伊的手头40担。这个拐交伫上帝手中的时，上帝通过这个拐行真济奇妙的事，来完成上帝在迄个时代、迄当时，上帝要伊爱做的事工。落尾伫利非定，当这个所在，伊引带伊到伫旷野的所在，要去迦南的时，因无水，因伫遐埋怨摩西。上帝讲：将你的拐拍这个石盘，
对石盘中间有水流出来，互遮个百姓有水通啉。看起讲，一个小小40担伫摩西手头的中间，伊真知影这个怪，帮赞伊去牧养。毋过伊将这个怪交伫上帝手头的时，看见上帝真济行真济的心意。这个真平凡的怪交伫上帝手中，有法度降下，嘛有法度伫遐来祝福。这无亲像迄个舞台上迄个魔术同款，乃是上帝的权能的一个记号。意思讲，当咱相信耶稣基督真做我的救主，兄弟姊妹，你伫上帝的手头是一个真要紧的人。伊要找见咱伫咱的社区、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人际关系中间，来显明上帝大大的恩赐甲能力伫咱的手头。兼且咱会亲像摩西安尼，会惊，毋知要安怎做。毋过上帝甲摩西讲：你免惊，我甲你伫地，我将行神这恩赐赏赐予你。我动用这边仔的人帮助你去完成上帝爱你做的。因为咱的性命啊，亲像上帝手头的怪，伫这个时代，伫这个世界，伫咱的四周围。兼且你通影响10个人，你兼且你会向50个人，你兼且你会通影响100个人。当你将你的性命交伫上帝手头的时，你要用这个上帝予你的恩赐能力去帮助、引带这个世代人来到伫上帝面前，真做跟咱同款来领受上帝恩典祝福的一个人。每一个所在拢需要咱来回应上帝。今仔日上帝来问咱讲：你手头举的是甚物？到底你手头就是讲你即马你身躯你即马有的恩赐是甚物？咱亲像知影，咱敬拜上帝，因带咱敬拜上帝的兄弟甲姊妹，会通用歌声来服侍上帝，咱会通用诗班的参加诗班来回应上帝，也是讲伫咱的社区来回应上帝。咱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求上帝帮助咱看见咱手头所摕是甚物，通回应予上帝，交伫上帝手中，予上帝来使用，真做上帝怪。因为上帝无看轻每一个人，上帝无看轻任何的所在。当然愿意将家己献予上帝时，伫伊的工作的所在，也是讲伫伊的社区、伫伊四周围，拢有法度来去应用上帝。人也好，所在也好，无分贵贱甲好歹，关键是伫上帝手头，予上帝来使用。伫网络有一个故事，我感觉真好的提醒。一个目睭的师傅，手工真好，不过已经感觉伊体力也无啊，那年老啊，伊都会甲伊头家讲：头家啊，我已经年老哈，我已经对你对较久哈，足济厝足济啊，我是要来退休休困啊。这个头家讲：这个师傅做了袂歹。伊都甲伊讲，无安尼啦，我同意你退休。毋过吼，你还袂退休之前吼，你甲我起一间厝，毋管用甚物款的材料，迄偌贵重的材料拢无要紧，你甲起。这个目睭的师傅想啊，既然我的头家答应我要退休啊吼，去买材料嘛，清菜买，订的吼，凊彩订安尼吼。做好啊！甲头家讲，头家啊，厝起好啊！头家讲：我多谢你，我毋知要用甚物来报答你对我的恩典吼，我锁匙交互伊，这间厝的锁匙吼，这间厝就交互你，我送互你的厝。若知影我用较贵的材料，若知影我是用几千万、几亿万的来甲起嘛好。迄人咧后悔讲
那无像较早我安尼用心安尼忠心伫遐来服侍，来起厝的是迄款的态度来起，结果甲起咯，真简单，材料真简单。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亲像咱的迄个目睭的生影，咱的信仰伫遐，你起一间厝，咱所起的，有一届上帝讲，这个厝就是你起的，交互你。对照咱较记讲，关键种，咱若将咱的性命交到伫迄上帝手头的时，咱我愿意，互上帝来引带，忠心来服侍伊。过去、现今、未来，拢同款的态度来服侍上帝。我相信上帝要通过咱的性命，要行这个时代真奇妙的事。人的怪只有通多一模样，上帝的怪却行出奇妙的事。怪是种仪表人的才华、才能。当咱将咱的文字才华交伫上帝手头的时，上帝能力通过咱的服侍，通过咱这的表现，要成就上帝好的意思。若毋是安尼的时，那亲像好看，无甚物款的用处。伫上帝国来讲，迄是无甚物款的意义的。每一个基督徒受上帝来竞选，真侪一个上帝会怪，在这个时代来成就上帝的恩典。毋但是伫教会，伫咱的社区，伫咱的人际关系，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要真侪上帝能力的出口。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咱批判咱家己，分别做成，互主来使用。互伊伫这个世代中间，看见上帝大大的恩典祝福伫咱的生命。当咱伫遐来顺服、听候，用信心来挖苦、谦卑来跟对耶稣的时，伊的气力伫逐日、逐时、逐所在，咱拢会看见上帝大大的恩典显明伫咱服侍所做的每一项事。是帮咱家己看见咱家己软弱、无气力，毋过。咱犹原愿意将家己的软弱交托伫上帝手中，上帝伫咱的软弱的中间帮助咱、引带咱经历伊真奇妙的事。伫上帝手头，咱每一个人是足要紧。上帝看咱足要紧，毋通找见咱伫这个世代做伊奇妙的事，因为。伊领最要紧，你所徛起的所在；伊领最要紧，找见你伫迄个所在，来显明上帝的亏难。咱要怎样找回咱这个怪？就是讲，上帝伫你生命中迄个真要紧、真特别。当你啊祈祷，上帝感动你，你回应上帝的时时啊，你啊甲上帝讲：我伫遮。人放下人过去的软弱，放下人过去的习惯。徛伫上帝面前，谦卑，那亲像摩西谦卑伫上帝面前，希望伊软弱，伊感觉伊无气力，上帝犹原差遣摩西伫迄个时代，加真侪心力来完成上帝对伊的呼召。咱每一个人必须爱真做上帝手中的怪，才通伫即个时代，伫咱的工作的所在，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婚姻的中间，来恢复上帝通过咱去影响这个世代人。上帝要通过伊的话帮助咱，伫你所徛起的所在，真侪帮助人、引带人来到伫上帝面前去领受上帝恩典的一个人。愿上帝祝福伊家己的话，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知影，阮有软弱，阮有困难。当你的呼召临到伫阮的中间的时，阮的拒绝，阮的找借口来躲闪主你对阮的呼召。但是主，阮感谢你，当阮相信你，真做阮的主的时，迄时开始，
主你就将才能恩赐修赐予阮，要伫你的教会，伫即个世代，伫阮所徛起的所在，要成做上帝的拐，来帮赞，来引带，来显明上帝伫阮的身上所有的心力甲气力。求你帮助阮，互阮通过圣神的帮助，通过你的话的引带，互阮有信心倚靠。毋若是伫教会服侍，伫阮的家庭的生活，伫阮的社区工作的所在，看见上帝显明你的大气力，阮愿意来感谢，求你祝福阮所听的话，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